天上掉馅饼了。不去！赛马，店主都说水哥时来运转了，怎么能不去呢？你闭嘴，我不爱听。当朝御史，那是真正的达官显贵啊！你说之前吧，咱们煞费苦心，左攀一个不来，右攀一个还不来，这回呢，咱没攀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这世上还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！哎，非也，这不叫天上掉馅饼，这叫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这回也没费什么功夫啊。换言之，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。哎，听他们说话的口气，好像是真心实意的。哎，管他真不真心，先进去再说。难道御书府成龙潭虎穴了？哎，非也，像这样的豪宅大院，在京城还真是少有。后花园里不仅有珍奇异草，而且啊，曲径通幽，楼宇亭台，哎，这才叫美不胜收呢。哎，那就更应该进去看看了，说不定里面还有山珍海味、美酒佳肴呢。水哥，去！他要是敢算计你啊，咱们就豁出命把他家踏成一片瓦砾，连个老鼠窝也不放过。哎，明天不是要你去谈吗？把话撂明说，他敢吗？哎，这样，明天呢，水哥不去，我们几个去。一呢是摆摆谱，二呢是探探虚实。同意。狗屁！你真要离开这儿去那个御史家？这不是还没定吗？你说过不离开的，你说过没？说过。哎，赛马，就算水哥去了，那也是人去心不去，你就放心吧。狗屁！哎，赛马，赛马，狗屁！哎，赛马，赛马，阿布都，赶紧啊！哎，赛马，快去啊！每月俸银50两，一文不少。每顿饭可是4菜1汤，6菜1汤。铺盖全新的，全新的，枕头还是玉的。那尿盆呢？红的。为什么不是玉的？吃饭的碗是玉的。哇，看来王公子是实心实意，实心实意，没有半点歹心。苍天在上，如有半点歹心，让你们王府天翻地覆。对，天翻地覆。我家公子是否有真心实意？几位少侠立刻就会知晓。请。走。几位少侠稍等。公子，你来还是我来？我不知道。挺值钱的吧？蛐蛐更值钱。公子，咋了？这几只鸟？这什么呀？别动！公子，你给王大人下了保证的。让开，我自己来。公子，还有你那帮朋友呢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叫人去。大哥，
谢你。来，给我倒酒，倒酒。你们这帮酒囊饭袋，就知道吃。哎，公子，你小子，哎呀，公子，你来了，公子，王哥，公子，坐。这是你们在我家吃的最后一顿饭。不是，这为什么呀？是啊，我请了一位武师，就是上次在波斯酒楼打我们的那位少年侠客。啊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我要强身习武，走正道。王哥，你不能撇下我们兄弟啊！公子，你可是最讲义气的呀。对，我们不走，我们不能走啊，王哥，我们要一直跟着你。离开你，我们去哪儿好吃好喝呀？不走，不走，王哥，我们不走，不走，他们不走，王哥，怎么办？王哥，我们不能走啊！王哥，公子，公子，不走。你干啥？快起来！干什么？不走啊！你快点上！别赖着！起来！干什么？要不要我们出手走啊？要不我们来？不用。走吧。你看，周边人士，玫瑰的凤眼，我会叫你金哥。由金哥保管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，我会管好的。还有，记得护着赛马和阿福。放心吧，知道，放心。使劲吹！好好干。我会常回来看你和阿福。赛马，我走了。走。看见没有？屋顶上是家父的信使，一口气可以飞到瓜州。瓜州，西边商道上的那个瓜州，那可远可远了。哼，再远也能飞到，厉害吧？厉害。哎，为啥要往那儿飞啊？这就得问家父了。哼，光看别吭声，那小子把他们当托儿话，知道吗？上次你们来我们家，
想看没让你们看，今儿我带你们参观参观，游览游览，然后再去见家父。尚德堂，这儿就是家父的书房了。哎，这里边一定藏了好多好书啊！哎，家父的书房是禁地，未经他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嗨，咱们家这样的地儿多的是。走，咱们去别的地方看看。走。哦，走。哎，别看了。啊。尚德堂，遗憾吧？这里边肯定有好多好书。嗨，只可惜我没有兴趣。要不你知道的，只要我想进，就没有进不去的地方。铁哥，啊！哎呀，不看了不看了，不就一堆破书吗？哎，啊，你对我好点，下次有机会，我领你进去。你说的啊？嗯，走。这是南天竺的黄金灯树，福临国的金晶石，大支国的琉璃盘，临沂国的水晶杯。哎，金哥，你家过去也这样吧？放错啊！你家过去不是大户人家吗？闭嘴闭嘴！这是御史府。这儿就是我父亲接待贵客的地方，当朝宰相经常在这里和家父谈天论地。哎，皇上来过吗？皇上几次是说要来，又改了主意，便召家父进宫议事了。真的呀？那当然了。哎，让你爹叫皇上来嘛，啊，那更有面子。你别噎我嘛，说不定哪天皇上就来了呢。童哥，厚道点。哎，我没不厚道啊。哎，水哥，你还真成王府的人了？那当然，我的武士自然也是王府中人。哪天皇上来了，说不定还能见他一眼。就一眼啊！要是能喝杯酒，那该多好啊！好了，哎，别和他拌嘴了。哎，当朝宰相来了，坐哪儿啊？就坐那儿。啊，坐那儿啊？哎，这儿啊？哎，一个，让我坐一下，让我坐一下。不错，挺结实的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叫水晶凸透镜，从迦湿弥罗国运来的。哎，金哥，水哥，哎，水哥，我看到你在里边了。真的？哎，快看，我在这里啊！哎，金哥，你看你，头那么大。哎，好玩好玩。整屋的东西就这个最好玩。哎，你们家这么多好东西，是你爹买的呀，还是送的呀？用不着买，巴结家父的哎，人你多了去了。大嘴巴，大嘴巴。这儿就是南院，里边就是后花园。哎，不错啊。这后花园就后花园嘛，像有啥难院啊？家父不但官位显赫，也是饱学之士。平时喜欢舞文弄墨，有时请他们来这里玩耍。叫后花园太俗了，叫南院就文雅多了，是不是？当然，当然。哎，我说，你挺会替你爹吹牛啊。就是，你爹就是你爹，偏要家父家父，听得我头都疼了。你看，哎，把家父换成你爹。哎，对，换了。哎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人家是官宦子弟，称家父比较合适。嗨，我听不惯，改了，你爹。啊，好，改了好，我爹和我妹妹在旗亭下棋呢。哎，等等，你妹，你还有个妹妹？我妹叫王嫣，天生丽质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是家父的掌上明珠。师哥，听见没？机会啊！哎，别胡想啊！宰相的公子看上了。啊，可惜了。师哥，你来这儿是干正事的，关乎咱们兄弟的前程，可不敢瞎想。你放心吧，别听铁哥胡说。走，去旗亭。去见你爹？我请的武师自然要给我爹过目了。
我爹对我可严厉了，你们几个也得小心点儿。我爹要是看不上，这事儿可就砸了。你爹要见的是水哥，还是让水哥去吧，我们在这儿等着。不，咱们都去，见见那位御史大人，给他留个好印象。哎，我才不稀罕呢，不去。给他留个好印象，也是为了咱们的前程。别耍性子，去吧，走。哎，走。嫣儿，该你了。啊，看来嫣儿的棋艺有长进呐！啊，走。哦，这下你可赢不了喽。啊。老爷，啊，公子请的武师来了。是吗？父亲，你看，这5个少年个个英俊，看来哥哥这回啊，真是要学好了。那些都是吗？不，披挂红花的那位是。身边那几位是他的几个小兄弟，陪他来的。要叫他们过来吗？不，你叫王林过来。是。父亲怎么了？刚赶走一伙，又来了一群。父亲，好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请的武师啊，您答应过的。你看，就那位少年，他可厉害了。真的呀，5位少年，他最英俊。嫣儿，肯定又是一群泼皮无赖。不是，他们不是泼皮无赖，我保证。撵他们走。别呀，父亲，干嘛呢？这是，好不容易才请来的。灵儿，父亲，哥哥过去是不对。可我看这回是铁了心要学好的。再说那几位少年是哥哥请来的客人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赶他们走，是不是冤枉了人家？还有啊，会不会伤及哥哥的自尊呢？水可疏而不可堵，这不是父亲常说的话吗？对嘛，请武师的事也是父亲应允的。就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，也能做武师吗？常言道，自古英雄出少年。对，他们可厉害了，3两下拳脚就把我那群兄。其他几位少侠功夫也很厉害，父亲若不信，可以让他们当面给您展示。好啊，我要看。言儿，父亲，应该给哥哥一次机会。就是嘛。哥，谢父亲大人。好吧，那就看在嫣儿的面上，把他们请到半月亭。半月亭，走。哎，你爹都跟你说了些啥？我爹要见你们，你们几个把你们的绝活都拿出来。我爹眼前一亮啊，这事儿就算是成了啊！走吧。哎，见你爹是不是要施礼啊？当然。咋个施法呀？你爹这么大一个什么使？关。对，关。我们还是头一次见到，你赶紧做个示范，别到时候让我们丢人现眼了。参见王大人。参见王大人。参见王大人。没了。没了。这不复杂嘛。本身也不复杂嘛，你看，一抬手一句话就这么简单。走吧，别让王大人等着急。哎，别急，还有一样，今天演示武功啊，主要突出水哥，我们都是陪衬，别各自逞能，显摆自己啊。别显摆啊。什么意思啊？
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提个醒儿。行，那我不去了。哎，我也不去了。哎，我提个醒儿提错了啊！哎，别，快走吧啊！你们要这么干，那算了，我们都不去了，回波斯酒楼吧。哎，史哥，两位老大，我求求你们了，谁也别藏着掖着，我还指着你们在我爹面前给我长脸呢。最好是让我爹和我妹拍手叫绝，那才好。快！哎，别推我，别拉我呀！我急得尿裤子了，快走吧！走啊，走！哎，咱俩不能张嘴说话，一张嘴保证起火惹事。嗯，闭嘴，走。走。参见王大人。水哥，金哥，银哥，童哥，铁哥，金银铜铁水，真有意思，是有意为之的吧？言儿，你就是王林请来的武师？是公子抬举我了。哎，公子很有眼光啊！我们5个人当中呢，水哥最厉害，还杀过人呢。哦，杀的当然是坏人和强盗，因为正义的刀剑是不会恃强凌弱、乱杀无辜的。王大人，您说呢？当然啦，水哥不但功夫好，德行也好，那个叫德，银哥怎么说来着？德艺双馨。对，德艺双馨。你话多了。你的功夫是跟谁学的？我爹，那你爹他人呢？我爹已经死了。哦，一位道长传授过我太极神功。听口音，你不是长安人，家在哪儿？乡野民间。挺有城府嘛。你读过书？读过一点书，知道一些经史。为什么来长安呢？父母死了，来长安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哦，父亲，你不是要看他们武功吗？是我要看的。我父亲想看你们的武功，我妹王嫣也很感兴趣。父亲，女儿真的很想看。好，既然是我的女儿想看，那就有劳各位少年吧。你们谁先来？那我就免了吧，免得煞风景。我就一点雕虫小技，不值得浪费王大人和你妹的时间。我先来。好。怎么样？好。送给你的。好香啊，真好。该我了。好。来，武志不比他差。你们都好厉害啊！嘿。太漂亮了！好。
家父不，哎，我爹和我妹对大家十分满意，这桌酒菜就是我家，不，我爹请大家吃的。武士这事儿算是定下了。来，咱先干一杯，庆贺庆贺。来，恭喜干杯！水哥，恭喜水哥，干杯！哥，干杯！哎呀，哎，先别啊，我爹还没来呢。那你爹要不来呢？不来我们还不吃了？马上马上。你们家也太讲究了。老爷，请。父亲，王大人，王大人，免礼，坐吧，坐吧。我有公务在身，就不能陪你们吃饭了。但有几句话，我必须要给你们交代清楚。想必你们都已经知道了，我身为朝廷重臣，家中人多势杂，有诸多不便，所以教王林习武，只能请水哥一人，其他人未经允许，不得进入府内。王大人不必担心，今日我们是来送水哥的，吃完这顿饭，我们马上就走。再说了，我们虽说略有小技，但是却比不上水哥，教不了你家公子，能教的只能是水哥一人。好啊，几位少年识趣明理，我很高兴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水哥啊，我已经告诉管家，把后花园的半月亭改为上午亭，从明天起你就在那儿教王林习武，希望你能够教好他呀。请王大人放心，水哥定会尽力而为的。好，在教王林习武之余，你也可以读点诗书嘛，不要虚度了光阴啊。多谢王大人。啊，既然是王林的武师，也就是家府中人了，我会像对待家人一样看待你的。当然，家府有家府的规矩，不该看的不看，不该问的不问，这些，我想你是能够做到的。是。啊，王林，父亲请吩咐。你随水哥习武，也不能荒废了学文。我会让你妹妹监督你的，如有半点懈怠，小心你的腿。父亲放心，孩儿不敢。好了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。我还有公务在身，你们自便吧。父亲慢走，慢走，请慢走。怎么了？令尊说的句句在理啊。不，我爹有事儿。可我们这心里听着，怎么那么憋屈？是啊，憋屈。水哥，你憋不憋屈？哎，我就不觉得憋屈，有什么憋屈的？不就是不让咱们随便来玩吗？不来就不来，反正水哥可以到波斯酒楼来找咱们吧。我爹就是随口一说，哎，你们想来玩就找我，随时带你们吃喝游玩。来，去，再上几个好菜，我们先好吃好喝着。哎呀，有什么憋屈的？有这么多好酒好菜，不吃才憋屈呢。来，吃，来，吃啊！哎，忘了看水哥的住处了。放心，所有用品一应俱全，都是新的。尿盆呢？是不是铜的？哎，铜的，绝对是铜的，不掺一点假。不行，吃完这顿酒饭，咱们一起去瞄一眼。对，瞄吧，有一点不满意，你们打我的脸啊！吃，来，吃，来。哎呀，
撑死我了！好久没吃那么饱了。哎呀，我吃的好哎饱啊！走，哥，回去吧。他们俩，尤其是童哥，我们出来吧。水哥，留步吧。要走了，跟老大说几句吧。好。水哥，看你的住处，离院墙不远呢。啊，哎，说什么呢？水哥，到底是有钱有势的人，美酒佳肴，有吃有喝，爱吃啊，我们绝不进。必须是人在两地，心在一处，记着这个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我们等着那一天。啊，还有赛马和阿卜杜。我会的，我会想着你们的，也会想着咱们的将来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哎，你们不跟我说两句？好好的带着师傅。在你妹面前多说你师傅好话。会的，会的，会的。啊，放心吧。哎，想着我们几个啊，有时间请师叔喝酒。啊，咋成师叔了？哎，人小辈分大，你还不认？认，对师叔们好点儿，师叔们也会对你好的。明白。你们不，几位师叔们，慢走，不走，有师傅先进去，再走。保重，保重。哎，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等你们半天了。我们折腾了一整天，骨头都快成2截了。我想听水哥。水哥挺好的。咋个好？在当朝御史大人府上，说是家府，可与皇宫媲美。哎，楼宇轩昂，陈设华丽，到处是珍奇异物，样样是价值连城啊！仅一个后花园就是一个大世界，花谢亭台，鸟鸣蝉唱，曲径通幽，那是美不胜收啊！哎，你想啊，在那样的地方，习文修武，吃喝拉撒，养眼又养心，能不好吗？好个屁！要我说啊，就俩字儿，憋屈。不该看的不看，不该问的不问。啊，你说那楼房再大啊，东西再好，不让看不让问嘛。哎，还有啊，未经允许，其他人不得入内。啊，你说我们想水哥不让看呐，这能叫好吗？要我说啊，水哥进了御史府，就等于进了牢房。哎，不过啊，水哥用的尿盆啊，确实好，我和铁哥用手敲了，铜的。可惜尿盆虽好，身在牢房，没了自由啊。哎，童哥所言偏激偏激。堂堂的御史家府让你说成了牢狱，那岂不是说天之大地之广都成牢狱了啊？依我之见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想听你之见，闭上你的鸟嘴，我要听水哥。好，不说。铁哥，他们说的对吗？都对。你
你想糊弄你姐？金哥、银哥说水哥很好，童哥又说水哥过得憋屈，到底谁说的对啊？哎，这我说的好跟银哥说的好可不是一个好。水哥进御史家府，可是他功成名就的开始，也是我们功成名就的希望啊！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这个王御史可是货真价实的御史啊，一言九鼎，有权有势，不是那个只会吟诗作赋、有名无实的李翰林，也不是那个成天四处游荡、盗骑一头毛驴的张国老。水哥教好王林，王大人一句话，水哥可就成了。哦，这水哥要是成了的话，那咱们不也就成了吗？哎，没准一高兴还把王嫣许配给水哥了，是吧？王嫣，王嫣是谁啊？王御史的女儿，掌上明珠啊！真有个王嫣，多大了？漂亮不？你们都见过？当然见了，年方28，待字闺中，不仅有闭月羞花之美，还有倾国倾城之貌，而且通晓琴棋书画，熟读诗书子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比我还漂亮？这咋说呢？各有千秋吧。好啊，你们没良心的货，自私缺德！为了你们的狗屁前程，存心和我过不去，让水哥受憋屈。不行，我要把水哥叫回来。哎，姐，赛马，银哥呀是故意逗你的，你别吃错。这个王嫣呐可是有主了，人家要给宰相的儿子当媳妇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铁哥，王林可是亲口说的，你可别故意说瞎话骗赛马。这宰相的儿子还没把他娶进门呢，这是不是实话？这水哥天天在御史家府，两个人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万一生出感情呢？擦出火花来了呢？铁哥说的对不对？嘿，放心吧，你看，这御史家的千金，跟咱们水哥门不当户不对，压根儿就是不可能嘛。哎呀，这大户人家的千金呐，和平头老百姓私奔有的是。姐，难道你没听说过？有道理。哎，人和人说话，信都是相信自己的，你知道吗？闭嘴！铁哥，现在就带我去御史家。啊？现在？现在？进不去啊，姐。门卫森严，夜闯御史府，逮住了可是要杀头的。我不怕杀头，我要去会会那个王嫣。哎，姐，你还真以为水哥魅力无比啊？啥意思啊？人家不会嫁给水哥的，水哥自己也能掂量出轻重啊，他不会情迷心窍的。赛马，你放心吧，水哥心里有数。水哥去御史府可不是为了女色而去，而是为了他的前程，也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前程。那我们大家有了好的前程，赛马不也跟着沾光吗？狗屁！你们有了好前程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赛马，诧异诧异。你说我们以后有钱有势了，专门给你开个酒楼，你当老板娘，童哥、铁哥不愿意受约束，让他给你个护驾呀。哎，好啊。那水哥呢？水哥呀，水哥你得自己聊了。哎，要不然就让他在酒楼陪你啊。哎，那可不行啊，我姐已经有阿卜杜了，她不能嫁2个人呢。哎，对。放屁呀你！现在就带我去御史家，把水哥叫回来。姐，水哥他真的不回来了，别去了。这是当然，水哥肯定不会回来了。好不容易去了御史家府，为啥要回来？一会儿我就把水哥的铺盖卷一卷。哎，你真要把水哥的铺盖卷起来啊？当然要卷了。那他要回来咋办啊？怎么可能回来？他要回来，我都不让他回来。不但他的铺盖卷要卷，有朝一日，咱们的铺盖卷都得卷起来。这就是咱们共同的目标。之前说好了的啊，水哥不在，我就是老大，老大就得为大家日后的前程着想。从明天开始，咱们就学水哥，读书习武2无。好，明哥，从明天开始就教我们读书，不但要教我们读书，还要教我们作文。以
有待日后。没问题。那不端盘子不洗碗了？端呀，洗呀，不但要端要洗，而且要端得漂亮，洗得漂亮。为啥？为啥？心里有了盼头，有了底气。哎呀，盼吧盼吧，每天扬着脖子，张着嘴，说不定哪天啊，就掉下来个天鹅蛋。哎，云中来，风未歇，云遮风锁生死劫。少年郎，青兰间，书法策马生风雪。斗酒十千，世间斗酒，一言而尽，这男儿潇洒。纵马万里，万里纵马，一骑穿云霄对繁华。九重门，刀光烈，肝胆相照自豪杰。忽旋雷，寻孤雁，善恶不待天地缺。一句